在1693年藏历4月21日举行了隆重的洪宫建成典礼，并在布达拉宫前面立了一个无字碑，以表示纪念。第三届亚洲从玄奘调集几万工人，他们远离家乡，自带口粮，修建洪宫过程中，在各种工头们的批变下，他们忍受饥饿，忍受寒冷的冬天，忍受没有工资，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工人伤亡不计其数，修建了布达拉宫。当时由于宫部地区的民众长期受宗本们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了怨声四起。负责伐木的工头们利用修建洪宫的机会，不顾民夫的死活，让民夫日夜砍伐木材，将多余的木材据为己有，引起了工部人们的愤怒。于是工部学夸和娘部地区的民众首起反抗，民夫们白天罢工，夜里暗杀工头和藏军，迫使工头藏军带本三卡逃到了工部江达地区躲避。然后第三届亚洲知道了以后动用了这个固始汗的兵力和青海攻克郎军的军队，残酷镇压起义军，杀死了很多工部民众，然后将30多名起义军的首领首级带到拉萨示众，插旌旗，炫白树烟，以表示镇压胜利。这一情景在川片四喜拼凑的顶楼画廊中有记载。根据洪宫要3年建成的计划，每年全藏各地区派人。头1年有日喀子、拉子、却克节各绕2级，京东、江日喀多、却克，还有贵族庄园和寺庙中有扎西伦布寺、拉加里基穴、夏洛瓦、郎宗巴、东巴、中达瓦、朱巴、甘地拉等等处共派了民夫5707名多。第2年有公干、内东、琼吉、浙谷、梅竹空卡、浙贡、龙达、约嘎、捏木、曲水、扎吉、扎朗、昌布、伦子、布宫、塔达、浪昌子、伦布、加巴等18个地区派了民夫5737名多，还有尼泊尔、内地、蒙古等地方的工人。修建白宫的时候是由我是达赖喇嘛的总管第1任第8索朗热店主管修建。白宫的规模和形式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可以从朗仁拉卡的国道画廊中所画的第5任第8三届教授在为修建洪宫前面的布达拉宫的形象可以看出中赞干部时代的白宫遗址。依次旁边修建了今日所看见的白宫的德阳下、德阳路、登马觉、杰布觉、玉阶觉、下星觉，白宫正中的重新，顶楼北面的重新、城下雄、城穹楼，这些就是为建洪宫前面的白宫的规模。然后有关修建白宫的建筑材料民工的来源以及民工的人数、所用经费的情况无史料可考察。